懷念以前嘅周星馳。但我哋想講嘅係，少林足球之所以直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翻睇，甚至每隔幾年都會再拎翻出嚟播一次，從來唔係因為嗰啲特效有幾勁，而真正令佢變成經典嘅原因，其實同少林功夫家唱歌跳舞都冇乜大關係。如果我問你，少林足球對你嚟講最深刻嘅畫面係邊段呢？對我嚟講，真正留喺腦海最深嗰一幕，其實係電影開頭，由達哥飾演嘅明峰，一個曾經被譽為黃金右腳嘅傳奇球員，而家只係一個連尊嚴都冇嘅跛佬，由謝賢飾演嘅強雄，用腳踩住明峰個頭，然後慢慢幫自己擦鞋。呢個畫面比起任何辱罵都更加殘忍，因為由頭到尾，強雄都冇將明峰當做人。以前第一次睇呢場戲就已經睇到好嬲，但大個之後再睇，我開始發現一件事：點解周星馳每一套電影都一定要將主角羞辱到最低？食神係咁，功夫又係咁，去到少林足球更加誇張。佢唔係令主角失敗，而係先令主角失去尊嚴。點解呢？如果只係為咗煽情，根本唔需要做到咁盡。原來周星馳一直拍嘅都唔係逆轉，而係一種人類最原始、最強烈嘅情緒——羞辱。因為一個人最痛嘅，從來唔係窮，唔係輸，甚至唔係失敗，而係有一日你開始相信自己真係冇價值。心理學家 Charles Horton Cooley 提出過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鏡中自我。意思係，原來我哋並唔係靠自己認識自己，而係透過人哋點樣睇我哋，慢慢去建立自我形象。如果身邊所有人都話你好叻，你自然會相信自己有能力。但如果身邊所有人都不斷話你冇用，笑你、否定你、睇低你，慢慢你會開始相信，原來我自己真係咁差。你以為強雄踩住明峰個頭只係侮辱一個人，其實佢踩碎嘅係一個人對自己最後僅餘嗰份相信。而更加殘酷嘅係，電影入面強雄唔係唯一一個咁做嘅人，現實世界每日都有人做緊同一件事，只係方式唔同。唔知你有冇發現，電影入面最奇怪嘅地方，其實唔係班師兄弟打輸咗，而係一開頭佢哋根本就冇諗過贏。星仔逐個去見佢哋，每一個人其實都仲識得少林功夫，真正消失嘅只係一句佢哋相信自己嘅說話。心理學家 Martin Seligman 提出過一個概念，叫做習得性無助。好多人以為佢講緊一個人失敗得太多，所以放棄，其實唔完全係。真正可怕嘅地方係，當一個人開始相信自己做乜都改變唔到結果，佢就會連試都唔再試。所以你會見到星仔叫佢哋踢波，冇人第一時間話佢踢唔到，相反，每一個人第一個反應都係唔好玩啦。而家仲講夢想，呢種反應唔係因為冇能力，而係因為佢哋早就接受咗一個答案，自己唔會再有任何改變。最可怕嘅地方係，當一個人開始接受呢個答案之後，就算機會真係擺喺眼前，佢都未必會伸手去接，因為喺佢心入面，結果早就已經寫好。去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既然電影最終都係要講夢想、講熱血、講逆轉，點解周星馳唔可以一開始就拍主角努力練波，一路進步，最後成功呢？點解一定要先踩到佢一文不值呢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因為周星馳拍嘅從來唔係成功，而係尊嚴。你留意下少林足球所有角色，真正令我哋難受嘅唔係佢哋窮，而係佢哋一開始已經唔敢承認自己曾經係少林弟子。星仔第一次見啲師兄弟，冇人願意主動提起少林。有人寧願過住平凡嘅生活，有人寧願將功夫收埋，有人甚至覺得提起少林功夫本身就係一件羞恥嘅事。呢個細節其實好殘忍，因為一個人真正放棄夢想，並唔係停止努力嗰一刻，而係開始覺得曾經有夢想呢件事好丟架。
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提出過一個概念 identity， 一個人嘅身份並唔係由職業決定，而係由佢相信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決定。例如，有人會覺得自己係老師，有人覺得自己係音樂人，有人覺得自己係創作者。呢種身份會支撐住一個人，即使收入唔高，即使生活唔容易，都繼續行落去。但如果有一日社會不停同你講呢樣嘢冇前途，你放棄啦，咁大個人仲講夢想，慢慢你開始唔再叫自己創作者，唔再叫自己畫家，唔再叫自己音樂人，你開始用另一個身份介紹自己。我只係打份工，我只係搵餐飯食，我以前有玩過下嘅。真正消失嘅唔係能力，係身份。少林足球最痛嘅地方就係呢度，少林功夫一直都冇消失過，真正消失嘅係少林弟子。所以星仔一路做嘅事，其實唔係組一隊足球隊，佢一直做緊嘅係幫每一位師兄弟揾翻自己。你仲記唔記得佢哋原本已經投降，最後突然揾翻自己能力嘅嗰場戲呢？佢哋唔係突然間勁咗，功夫一直都喺度，變化只係佢哋終於咁再次承認，我仲係少林弟子。呢個畫面其實比任何入波都更加熱血，因為周星馳知道人最難打贏嘅敵人，從來唔係外面，而係有一日你開始接受世界對你嘅定義。由嗰一刻開始，你就會自己將自己縮細，自己將自己收埋，自己同自己講算啦。而少林足球最偉大嘅地方，就係用一隊踢足球嘅和尚提醒翻我哋所有成年人一件事：世界可以否定你，但你唔可以親手否定自己。一眾師兄弟決定去報名參加強雄主辦嘅足球比賽。強雄又望住自己對鞋，諗住重演翻一開始嗰個羞辱畫面。但今次星仔同幾位師兄弟即刻衝出去話要幫手，混亂中整甩咗強雄隻鞋，搞到佢當眾出醜。好多人睇到呢一幕都會覺得好好笑，仲會研究究竟謝賢講緊啲乜。但我反而覺得周星馳真正想拍嘅唔係一個笑位，而係兩種人面對羞辱時完全唔同嘅選擇。明峰選擇默默接受，而星仔選擇企出嚟，用另一種方式去化解，亦唔代表要親手將自己嘅尊嚴交出去。好多時候我哋控制唔到人哋點樣對自己，但至少我哋仲可以決定自己用咩姿態去面對嗰份羞辱。如果將少林足球當成一套運動電影，你會以為最後高潮一定係決賽，但如果你留心睇，你會發現真正嘅高潮其實一早已經發生咗，就係5位師兄弟再一次用返少林功夫嗰一刻。因為由嗰一刻開始，勝負其實已經唔重要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已經攞到一樣比冠軍更加重要嘅嘢——尊嚴。電影入面有一幕我一直覺得好少人留意，決賽之前魔鬼隊展示嘅係最先進嘅科技、最強嘅藥物、最誇張嘅身體能力，佢哋速度更快，力量更大，甚至連受傷都好似唔識痛咁。如果用現實世界去理解魔鬼隊，其實就代表今日好多成年人相信嗰套遊戲規則。你要成功就要跑得快過人，要不停超越其他人，要不停升級自己，唔可以停，唔可以輸，唔係嘅話你就會被淘汰。所以好多人以為少林足球最後想講嘅係只要努力就可以打贏一切，但周星馳真正講嘅其實完全相反。真正令少林隊贏嘅從來唔係因為佢哋比魔鬼隊更強，而係因為佢哋仲知道自己為咩而踢。魔鬼隊踢波係因為要贏，少林隊踢波係因為熱愛。呢個分別好細，但足以改變最後所有結果。心理學家 Edward Deci 同 Richard Ryan 提出過一個理論，叫做自我決定理論。佢哋認為人有2種動力，一種叫外在動機，例如金錢、名氣、獎盃、升職；
另一種叫內在動機，因為你中意，因為你相信，因為呢件事本身就值得做，正如我哋做嘅呢條片咁。所以我一直覺得少林足球真正最熱血嗰句，唔係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，而係電影一路都冇講出口，但係一直做緊嘅一句說話：當全世界叫你放棄自己，你仲願唔願意相信你曾經相信過嘅嘢呢？因為真正嘅失敗唔係輸一場比賽，而係有一日你連自己點解開始都已經唔記得。最近重新睇返少林足球，我開始覺得周星馳拍嘅其實從來都唔係一套足球電影，甚至唔係一套勵志電影。佢拍緊嘅係每一個成年人都一定經歷過嘅人生。細個嗰陣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星仔，覺得自己總有一日可以改變世界。有人想做畫家，有人想做歌手，有人想拍電影，有人想創業，有人只係想成為自己中意嘅嗰種大人。但慢慢長大之後，世界開始不停教你另一套規則，做人現實啲，做呢啲嘢搵唔到食，成熟少少啦。一開始你都可能仲會反駁，之後你開始沉默，最後你開始相信，然後有一日你再見翻以前嗰個自己，你可能會覺得好陌生。電影入面星仔一直都冇變，真正改變嘅係所有其他人，而現實亦都一樣。好多時候唔係世界改變咗你，而係你慢慢接受咗世界對你嘅定義。真正值得守護嘅唔係夢想，而係相信夢想嗰個自己，因為夢想可以改，工作可以轉，人生可以重新開始。但如果連嗰個曾經相信自己嘅人都消失咗，就算俾你贏幾多，其實都唔會快樂。所以點解少林足球直到今時今日都仲係經典呢？因為我哋都曾經係俾人睇低嘅黃金右腳，曾經係唔信自己有能力嘅師兄弟，甚至曾經喺某一個夜晚偷偷同自己講過一句算啦。而星爺就用咗呢套電影同我哋講，唔好算，唔好因為呢個世界睇低你就開始睇低自己，更加唔好因為一路輸就相信自己唔值得贏。因為真正將你困住嘅從來都唔係失敗，而係你開始相信自己配唔起成功。最後我想將電影入面最出名嗰句說話重新理解一次：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？以前我都一直以為人一定要有夢想，但而家我覺得佢真正想講嘅其實係另一句：做人如果連自己都唔再相信自己，